今年5月疫情开始严重，嘛出现抢买喙罨迄时，淡市政府紧急调拨18万片，交付淡市药师公会配合好社区药局来买，除了安定人心，嘛避免市民受到危害。而现在虽然疫情稳定，喙罨充足，所以淡市药师公会伫市场无为条件证执行当初市府所提供救命的喙罨。我们非常感谢市长还有局长，来做这一个动员的支援的动作。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把18万片的口罩还给市政府，所以我们为了感谢市长还有局长，我们会送那个防疫的那个纪念邮折给市长。那我们也会请市长还有局长在那个邮折上面签名，会在台南市药工会的橱窗里面留下一个记录。也感谢所有的媒体先生，我们大家的努力而守护得更好。那谢谢我们药师公会非常有效率的，赶快第一次拨补10万，第二次再拨补8万的样子，然后这个能够让这个社区药局有这个口罩可以面对民众，这点是非常谢谢的。那而且我听讲还连本带利多送了我们几个，感谢了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大家互助的这个结果。最重要的是药师在第一线，从去年以来到现在，其实你们为台湾所做的，为我们这个城市所做的，都让市民非常感念。那谢谢各位药师的努力，也谢谢大家在防疫第一线为这个防疫的战争打了漂亮的第一战那我们谢谢。药师公会的会长嘛致敬纪念邮票，分别感谢市长甲卫生局长，嘛持续为台湾加油，希望新北市这波感染会当赶紧得到控制。台南市药师公会赞不赞？赞。台南市卫生局赞不赞？赞。台南市赞不赞？赞。电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